手啦，你过来你，好。哦，啊，你查囝比我较侪，较侪。较济啊？哎，恁查囝应该是52、23。我拢无算，我对我已经我就记我30岁尔，你拢一直甲我讲我几岁？我30岁了，我拢袂记我几岁，啊，你哪一直甲我提醒我几岁？所以人家讲说，你几岁？我查囝上安尼，大家妈妈你今年几岁？我拢袂记讲几岁，莫问我几岁。对啊，我永远我嘛记我30岁尔，你拢请要甲我提醒我几岁？我要几岁我要算一下，我只若几岁我真正爱算好我记几岁咧，我袂记我几岁，你记我30岁就好啦。准过啦吼，准过啦，30就好啦。哦，好啦好啦，拢会使啦，嘿啦，阮查囝拢爱姊妹啊，带出去拢爱姊妹啊。安尼，迄个讲阿拉张小姐，你哪生过来？来。中学。嘿，中学我变老了，唔明错。哦，有诶，因为即摆囡仔咱咧啦，少年诶时阵拢爱自摸出老，吼，拢爱打扮甲像迄个足大人安尼。你若老诶时阵哦，拢爱打扮甲足少年安尼，因为毋知咱人拢老倒病啊，毋是呢。少年诶时阵拢装甲像迄个30、40岁。你20多岁诶时阵哦，穿插啦，啊，是迄个打扮啦，拢差不多像迄30、40。啊，等到咱30、40岁了，咱要穿甲像迄20、20岁了，咱人就是安尼。像安怎？哦。在外口啦，哦，对啦，啊，安尼啊，你什么年代，当然你会讲，互你这 LKK， 你会甲你唱 LKK。对啦，啊，即摆流行的啊，即摆流行的几若穿好，我感觉穿好看糊糊的迄啊，迄穿啊糊几若穿的咧，我这无大气。我是机票，你是无？两个头头食个饭。较空空啊，迄较空空啊。两个头头食个饭。你袂当讲恁即个年纪，你若讲恁兜的孙啊，大家一定拢穿甲安尼足拍哩的，就是讲挂一较头的。你无你讲你兜的孙啊，是讲是。咱会讲阿公，你老母啊，你在一起。